难不成他在装孕吐？哼，就这演技，50块钱一个盒饭，打发了。好过来了。 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大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演场戏就对付得了你妈了？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，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。 正氏和池氏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。你要是不处理好跟宝珠之间的关系，整个池氏都会被你给拖垮的。回头把那个郝聪明给打发了，去找宝珠。我做不到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莫尔好久没回来看我了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，找人把她送回去。 可是我还没……请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我的包。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 花了4000多块钱就买了这样一条白裙子，4000多！你一整年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啊！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好白痴算了。4000多块钱，就为了陪迟墨演一场戏。 还把自己塑造成穷酸拜金、未婚先孕的形象，问题是人家迟墨根本就不 care 好吗？您的卡片消费人民币4380元已退还。我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哎，这个上面的钱你是不是已经……这个品牌是我们池氏集团代理的，这条裙子当然我送给你，钱已经退给你了吧？还真的是，那我就缺之不恭啦。 想不到你这头大冰山偶尔也会冒出点人情味，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情景。哎，谢谢啦。你不用客气，今天你表演的这么卖力，送你一条裙子当酬劳也是应当的。是，难得送别人个东西，还表现那么臭屁。你不用想太多，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单纯的交易，你帮我忙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 谁想多啊？我就是多说两句，给你个台阶下。我看你干脆不要叫迟墨，改名叫迟钝算了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我好聪明发誓，以后我要是再给迟墨好脸色看，我就连好白痴都不叫，我干脆砍掉一个字，我叫好蠢。
小小，果然是他。喂，小小是你吗？小小，小小他怎么不说话呢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喂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问你，哎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你有什么事晚上再说吧。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你那个男朋友，就是长得像我的那个人，你能给我多说点他的事情吗？比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原来你是想问这个啊？迟墨这个家伙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？打住打住，好蠢！你还被他欺负的不够吗？那我就说啦，我们家小小不光人长得帅，而且对人也很好，很有礼貌，充满自由不羁的情怀，非常的有才华，而且他对人很亲切热情。要说到他的优点，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就是跟你这坨冰山完全不同。完全不同。怎么了？一大早上神神叨叨的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上班去了。是，就吃大你这臭屁德行，还想跟我们家小小比？哼！小小，你去哪儿了？好久都没有见到你。精神科？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？他叫宋小小。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亚人格，首先你得想一想，他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出现？有几次是有流星雨的。第二种人格的出现都会有一定的条件。每次你作为主人格醒过来的时候，会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。我们换一种方式，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症状的？而在这个之前，遭受过什么沉重的打击没有？我3年前遇见过一场车祸，在那场车祸中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但是具体的细节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。我只是记得我的父亲死了，我其他的。我要跟你分手，我要跟你分开，你让开！宝珠，宝珠，宝珠！看来这个就是导致你精神分裂的一个导火索了。这样吧，我再另外给你开一些药物，应该可以有效的帮你抑制第二种人格。抑制什么？你的亚人格呀。不过，用药物来控制的话，只能是暂时的，无法彻底根除，而且依赖药物会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比如第二种人格被压抑的太久，
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爆发出来。就目前来说，你跟他的相处还是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下。一旦让他知道了你已经开始做治疗去抑制他，让他感受到自己受到威胁，也许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好说话了。哦，这样啊。迟默，迟默，就凭你也想关注我？我要是任你摆布的话，我就不叫宋小小了。最近怎么无精打采？失恋了？跟失恋差不多了。我男朋友已经消失好几天了。该不会出什么意外？哎，你别吓唬我！我认真的，一个大活人，白白的消失好几天，不是出事了，就是外面有别的女人。别的女人？小小会有别的女人？不能够吧？男人靠得住，母猪有上树。你下次要是见到他，可得好好问问他这几天去了哪儿，做了些什么。都说女人在恋爱中的智商为0，但是，一旦碰到男朋友出轨、劈腿这些破事儿，瞬间变身福尔摩斯。你也想感受一下自己智商爆表的时刻呗？不要不要，我才不想有这种体验呢！我宁愿做一个享受恋爱的笨蛋小女人。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可是小小啊，为什么你总是这样，突然就不见了呢？迟默，迟默，我告诉你，为了聪明，我也不会输给你。你这么对我，这种东西我才不需要。迟默，你送给我一个大礼，我该怎么报答您？Hello。喂，老板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忘了你今天约了全体股东召开董事大会吗？是吗？有这种事儿？所有的股东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你快点过来，我已经顶不住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听秘书，石墨那小子什么时候到？请大家不要着急，石总他因为有一点事在路上耽搁了。你告诉他啊，最多再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他还不到，这项提案我们就自行决议了。请大家稍安勿躁，石总他马上就到了。太慢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打个电话也行，那不是多少时间太不像话了，到现在都没到。就是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秦秘书，你告诉他啊，不必来了，这项提案我们股东会自行决策了。是吗？看样子我不该来啊。老板，你终于来了。石墨啊，你到的可够早的。本来呢，我想用这次迟到来表明我的立场，很可惜啊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察觉出来。什么立场啊？就是你们所提的方案，我表示否决。什么？你否决我们的提案？想当初你父亲在的时候，对我们的提案都是认真考虑接纳的。你这么个毛头小子，现在倒敢在我们面前专横决断了。张总啊，这话我完完整整还给你，专横决断。如果对池氏有利的项目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可是张总你私自挪用池氏公款，在外面注册空壳公司，所以你们的提案，我不得不考虑一下呀。你小莫，你这样就不对。张总，哎，甄总，我还没说你呢。
去年仓库着火，事后我找人调查，那火是有人故意放的。之前因为你的错误决断，商品货物积压，那一场大火呀，不仅解决了你的困难，而且还让你意外得到了一笔保险赔偿。哎，郑总，你有没有去还愿啊？你这话的意思是怀疑我自己放的火吗？没有，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我只是想告诉在座的某几位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干的那档子烂事儿，我这儿记得一清二楚。什么指桑骂槐的，在我这儿不好用。疯了疯了疯了，这该怎么收场啊？现在我宣布，散会。什么？哎，老板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现在这个提案到底该怎么办了？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明天池总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。出去！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之前不是在跟赵医生讨论病情的吗？哎，这不是我内部手机啊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你面对面谈话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被自己的脸吓到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爽的事情，我把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的嘴脸一张一张全部撕了下来。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，好精彩。当然，我也很期待你的反应。跟他们相比，我觉得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啊。不用谢我，这就当我送给想让我消失的人第一份谢礼。我不只知道你找医生去治疗，企图让我消失，我还知道你在调查3年前车祸的事情。想不想知道父亲车祸的内幕啊？本来我这里有一些线索跟资料想给你，但是我现在很不开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让宋小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好啊，那这里的记忆跟资料也就会消失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清楚。还有，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。如果你想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步履艰难。这是我对你的警告。警告。石墨呢？警告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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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石墨，你出去，不要来烦我。你出去，出去。我没想来烦你，我是来通知你，股东们决定重开股东大会，会议的主题就是罢免你这个董事长职务。你说什么？你今天在股东大会上太过火了，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变了个人，变了。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了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和我结婚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既然是我自己捅下了篓子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。你是在拒绝我吗？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不让我帮你？郑宝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心实意的帮我，我迟默感谢你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接受威胁。如果你想利用这次迟氏的危机来跟我谈条件，对不起，我不吃这套。石墨，你有种！你3番4次的打我的脸，明天我倒要看一下那帮老头怎么弄你下台。我郑宝珠不会再帮你说一句话的。张总，甄总，昨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想请二位理解我一下，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让二位难堪。不敢当啊，池总，我们的事儿你不是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吗？如果你向公检法机关检举我们，我们俩还能这么安稳地坐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我们怎么敢让池大董事长屈尊向我们道歉呢？二位的意思就是还在怪我了。金秘书，这是我调查二位的资料档案，但是我现在想还给你们。二位都是池氏的元老。我接手池氏不过才3年，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二位学习。二位的手段，在这些大案带里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。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还给你们，是想和你们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些档案袋里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向第3个人提起。我只是希望二位不要把昨天的事情放在心上。你不会还留有一份存档吧？绝对不会。二位是池氏的左膀右臂，像这种自断膀臂、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，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姑且相信你的意思。那一会儿的股东大会，二位该怎么做，明白了吗？今天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那我现在就宣布散会。谁说没事了？下面我们来选举新的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选举新的
董事长。一群过河拆桥的东西。池总，您秋后算账的本事，我可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。下面发放会议章程吧。大家按照章程上的候选人来进行投票。老板，根据股权比例，您和张总平票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我不可能轻易的把池氏让给别人。现在是不是只剩我的投票了？池墨，你要和我说些什么吗？我没什么要跟你说。老板，都到这个节骨眼了，你……这最后一票，我投给池墨。郑小姐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当然想清楚了，池墨绝对有能力经营好池氏集团，我郑宝珠相信他。哼！郑宝珠，你以为我是为了池氏吗？我让你欠我一辈子人情。